大家好，我係港財哥。好多人最近睇新聞或者上網睇啲科技猛人出片，都聽到一個好普遍嘅講法，就係話蘋果而家搞人工智能搞到甩晒碌，話 Siri 仲係蠢過隻豬，問佢少少嘢都答非所問，又話微軟同 Google 已經將蘋果遠遠離，跟住大家就開始踩 Tim Cook，話佢只係一個識得算死草嘅會計佬。冇咗 Steve Jobs 嗰種改變世界嘅靈魂，搞到蘋果喺呢場 AI 大戰度完全失去咗方向。如果你都係咁樣諗，咁我只能夠講，你睇嘢嘅層次仲停留喺一個普通消費者嘅表面。其實你諗深一層，喺商業世界入面，真正嘅贏家從來都唔係叫得最大聲嗰個，亦都唔係跑得最快嗰個，而係賺得最多，活得最長命嗰個。今日我哋就用一盤生意嘅真實賬本去拆解一下 Tim Cook 呢個被全網嘲笑嘅老人家背後到底隱藏住一套幾咁恐怖、幾咁神級嘅財技。我哋先嚟睇下一個好反直覺嘅數據。2024年，當全世界嘅科技巨頭都瘋狂加碼投資 AI 嘅時候，微軟一季嘅資本支出去到140億美金，Google 亦都超過120億美金。Meta 老闆朱克伯格更加係講明今年要買30幾萬粒 NVIDIA 嘅 H100 晶片，成條數計落閒閒地燒幾百億。呢啲錢去晒邊啊？全部攞去買 server、買地皮起 data center、拉電纜、交電費，個個都好似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咁，瘋狂去搭呢個 AI 嘅大雞棚。但係你轉過頭望下蘋果，蘋果喺最新一份財報度公嘅資本支出指引，竟然平穩到令人髮指，完全冇任何爆發性嘅增長，大概只係佢總營收嘅3%左右。人哋燒緊幾百億美金去買未來，蘋果竟然忍得住手，1蚊都唔多出。更加黐線嘅係，蘋果轉個頭竟然宣咗一個震驚華爾街嘅決定，就係斥資1100億美金去回購自己嘅股票。1100億美金啊，大佬，呢筆錢多過好多國家嘅 GDP， 可以買起成間大企業有達。點解蘋果唔攞呢筆錢去買 NVIDIA 晶片？點解蘋果唔自己由零開始練一個超級大模型？因為喺 Tim Cook 嘅眼入面，自己落場燒錢搞 server 係一門極度低回報、極度高風險嘅爛生意。作為一個做過實業嘅老闆，我最中意同人計死數，即係租金、燈油火蠟同人工呢啲硬成本賬本。你搞 Cloud AI， 即係所謂嘅雲端人工智能，你要明白背後個底層邏輯係咩？你以為 AI 係天空上面啲雲啊？錯啦，晒係一堆擺喺冷氣房入面熱到辣手嘅鐵疙瘩。你要搞出一個好似 ChatGPT 咁叻嘅模型，你首先要向黃仁勳交保護費，一粒100晶片閒閒地買20-30萬港紙，你起步起碼要買1萬粒，呢度已經係幾十億，買咗晶片返嚟仲未完㗎。你要租地方擺，你要牽專線，最慘係你要交電費同冷氣費，啲 server 跑起上嚟耗電量驚人。如果你個冷氣唔夠凍，啲晶片過熱就會燒機。仲有班寫 code 搞 algorithm 嘅頂級工程師，年薪個個幾百萬美金起跳，呢啲全部都係每個月要真金白銀嘔出去嘅現金流。你以為做科技好過癮？其實骨子裏都係做緊重資產嘅地產同基建。你知唔知出面有幾多所謂嘅 AI 獨角獸，表面風光，其實背後滴緊血。我見過太多呢啲僆仔用咗第一筆錢，雄心壯志去買 server 練 model， 點知一開機，哇，條電費單加埋啲雲端費用，每個月幾百萬咁燒。有晚凌晨，個創辦人一個人留喺觀塘 office， 望住自己手機個 bank app 個 balance， 數字跌到得返6位數，連下個月出糧俾班寫 code 嘅手足都成問題。嗰種絕望你明唔明？為咗出糧，第二日焗住跑去銀行壓樓，將自己層私樓抵押套現，就係為咗填落去個無底深潭度。
呢個就係殘酷嘅現實。做老闆最驚就係呢種睇唔到盡頭嘅現金流消耗。微軟同 Google 抵之後，佢哋燒得起，但係蘋果由 Tim Cook 接手以嚟，最叻嘅就係玩輕資產，玩庫存管理。當年 Tim Cook 幫 Steve Jobs 打理供應鏈，將蘋果嘅庫存期有幾個月壓縮到得返幾日。佢點會容許公司將幾百億美金砸落去啲幾年後就會貶值淘汰嘅 server 度？做呢種深度嘅商業復盤真係好嘥時間。你哋嘅熱推就係財哥最大嘅爆肝動力。大家撳一撳，我哋繼續深潛落去睇 Tim Cook 嘅底牌，睇下佢點樣用一招乾坤大挪移將個波踢俾對手。既然蘋果唔想自己燒錢起 data center， 咁佢點樣應付呢場 AI 浪潮啊？答案就係 Edge AI， 即係端側運算加埋借力打力。蘋果喺之前嘅發會推出咗 Apple Intelligence， 好多人以為只係加咗幾個修圖或者作文章嘅小功能，覺得冇咩特別。但係你從系統架構去拆解，就會發現蘋果嘅局其實由2017年已經開始。當年出 iPhone X 嘅時候，蘋果喺粒 A11 仿生晶片入面硬生生塞咗一個叫 Neural Engine 嘅神經網絡引擎入去。嗰陣時冇人知呢嚿嘢有咩用，只係覺得 Face ID 解鎖快咗。但係原來蘋果用咗足足7年時間，每一代 iPhone 都慢慢加大呢個 Neural Engine 嘅算力，鋪排緊一個局。蘋果嘅算盤係點打嘅呢？既然雲端算力咁貴，咁我就將個 AI 模型壓縮，然後放落去全球20幾億部活躍嘅蘋果設備度。大家要明白呢個操作有幾毒辣。微軟搞 AI 係微軟出錢買 server， 微軟出錢交電費，然後免費或者收少少錢俾你用。但係蘋果搞 AI 運算嗰粒晶片係你自己出幾千蚊買 iPhone 嗰陣俾咗錢買嘅，跑 AI 嗰陣耗嘅電係你自己屋企交嘅電費，部機計到發熱都係辣你隻手，唔使蘋果出冷氣費。蘋果成功將最重皮嘅算力成本、電力成本同埋散熱成本完美咁轉嫁落去全球幾十億個消費者身上，呢個就係最高境界嘅不戰而勝。蘋果根本唔需要建立全球最大嘅 AI 算力中心，因為全球最大嘅算力中心就係你同我褲袋入面嗰部 iPhone 加埋一齊。咁你會問，部手機算力再勁都做唔到 ChatGPT 嗰種幾千億參數嘅超大型推理㗎啦。咁遇到複雜問題點算？呢個時候蘋果就使出咗佢最擅長嘅買辦套路。蘋果宣同 OpenAI 合作，將 ChatGPT 接入去 Siri 入面。好多財經演員話：哇，蘋果認輸啦，蘋果做唔出好嘅 AI， 要同 OpenAI 跪低。我聽到呢啲評論真係笑出聲。你試下企喺實戰老細嘅角度去睇呢單 deal， 蘋果有冇俾錢 OpenAI？ 根據行內爆料，蘋果1毫子都冇俾過 OpenAI。相反，係蘋果將 ChatGPT 當成一個普通嘅外掛供應商。你諗下 ，OpenAI 雖然模型好勁，但係佢而家面對一個極大嘅樽頸，就係獲客成本越來越高。一開始大家貪新鮮去用，但係要再吸納新嘅付費用家，個 marketing 費用係天文數字。但係蘋果手上有咩啊？蘋果手上有20億個極度優質、消費能力極高嘅活躍用家。蘋果同 Sam Altman 講：我將你個 ChatGPT 放喺我個系統最底層，當我個細模型搞唔掂嘅時候，我就彈個提示出嚟，問個客想唔想用 ChatGPT 幫手。呢個流量入口嘅價值根本無法估量。蘋果其實係收緊 OpenAI 嘅上架費同過路費，只不過今次唔係收現金，而係收技術服務。而且蘋果好聰明，佢將個主導權牢牢控制喺自己手度。用家係同緊 Siri 傾偈，唔係同緊 ChatGPT 個 app 傾偈。蘋果死死霸住個 user interface 同埋客戶數據。當有一日 Google 嘅 Gemini 模型勁過 OpenAI，又或者有另一間新嘅 AI 公司跑出，蘋果隨時可以將 OpenAI 踢走，
換另一個供應商入去。蘋果根本就當呢啲千億市值嘅 AI 巨頭係佢嘅算力外判商。你哋班巨頭喺外面打生打死，燒幾千億買 NVIDIA 晶片，鬥到損手爛腳，最後練出嚟嘅頂級模型都要乖乖地排隊，求蘋果將你個模型放入去 iPhone 度，等蘋果班客去用。呢種將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等別人為自己打工嘅商業模式，先至係真正嘅食物鏈頂端。我哋再返去睇嗰1100億美金嘅股票回購計劃，點解蘋果要咁做？點解華爾街咁鍾意？因為蘋果知道搞硬件創新嘅紅利期已經過咗。之前蘋果搞 Apple Car 搞咗10年，燒咗幾十億美金，最後 Tim Cook 點解要叫停個 project？ 因為佢計過條數，造車係一個重資產、低毛利，仲要同班中國車廠鬥平鬥戰嘅泥沼。蘋果一直以嚟嘅毛利率都維持喺40%以上，你去做車，毛利率可能得10%幾，仲要瘋狂起廠養工人，呢啲完全違背咗蘋果高利潤輕資產嘅哲學，所以佢果斷斬纜，將啲工程師調返去搞 AI， 但係搞 AI 都要用最慳水慳力嘅方法去搞，剩落嚟大把現金點算？如果一間公司手上有幾千億現金，但係揾唔到高回報嘅投資項目，喺財務學上其實係一種浪費，會拉低公司嘅股本回報率。於是 Tim Cook 就用最簡單直接嘅方法去推高股價，就係回購股票然後燒。大家要明白每股盈利即係 EPS 嘅計法，就係將公司賺到嘅淨利潤除以街外流通嘅股票數量。就算蘋果未來幾年嘅淨利潤1蚊都冇多到，只要佢每年將街外5%嘅股票買返嚟燒，個分母細咗，每股盈利就會自動上升5%。啲大基金睇見你 EPS 年年升，自然就會繼續買你隻股票，推高個股價。呢個就係華爾街最鍾意嘅財技。微軟同 Google 係用幾百億美金嘅資本支出去賭一個未知嘅未來。賭晒可以帶嚟爆發性嘅增長，但係萬一嘥嘅變現能力冇想象中咁高，嗰啲積落嚟嘅 server 就會變成一堆廢鐵，蝕舊會將公司嘅利潤食到乾乾淨淨。而蘋果呢？蘋果係用1100億美金去買一個確定性，買一個穩賺不賠嘅每股盈利增長。佢將試錯嘅成本全部外包俾微軟、Google 同 OpenAI。自己就印腳坐喺度收過路費。當你個 AI 技術成熟到可以真正落地普及嘅時候，蘋果自然會利用佢強大嘅生態系統同埋幾十億部終端設備，將你嘅技術無縫整合，然後話俾全世界聽，呢個先係最好用嘅 AI 體驗。講到底，商業世界從來都冇話一定要做開荒牛先至有運行，好多時候，衝得最前嗰個反而會做咗炮灰。當年互聯網爆發嘅時候，有幾多間搞搜尋器、搞門戶網站嘅公司燒到灰飛煙滅，最後賺大錢嘅反而係等基礎設施完善之後，喺上面搞電商、搞社交平台嘅公司。蘋果而家嘅策略就係睇死你哋班 AI 巨頭，為咗爭做龍頭，一定會陷入瘋狂嘅軍備競賽。你哋燒錢買算力，我就將啲錢退返俾股東。等你哋將個 AI 模型做得又平又靚嘅時候，我蘋果就出面同你哋傾整合。仲有樣嘢好搞笑，出面好多散戶以為換咗粒新晶片就叫有 AI， 其實真正嘅護城河係數據同生態。蘋果掌握住你每日嘅行蹤、你嘅消費習慣、你同屋企人嘅對話、你嘅健康數據，呢啲數據係極度私隱嘅，你絕對唔會放心交俾一間普通嘅 AI 公司。但係你習慣咗交俾蘋果，因為蘋果一直以嚟都賣弄緊隱私保護呢個招牌。佢而家推 Apple Intelligence， 強調所有運算盡量喺本地解決，就算要上雲端，都係上蘋果自己搞嘅 Private Cloud Compute， 保證用完即棄，唔留底。
呢種對私隱嘅執著，就係蘋果喺 AI 時代最大嘅賣點。當其他公司瘋狂收集你嘅數據去練模型嘅時候，蘋果反而用保護私隱嚟做一個差異化嘅競爭。呢招真係食正咗好多高端用戶嘅心理，所以唔好再用一種睇熱鬧嘅心態去笑蘋果落後。喺真正嘅生意人眼中，Tim Cook 展現咗一個頂級 CEO 嘅冷靜同克制。佢冇被市場嘅狂熱牽住鼻子走，冇為咗迎合華爾街嘅炒作而盲目將資源投入去一個深不見底嘅算力黑洞。佢堅守住蘋果嘅核心競爭力，就係對終端硬件嘅絕對控制權，同埋一個封閉但係極度賺錢嘅生態系統。蘋果唔做全能嘅 AI，因為佢根本唔需要做，佢只需要做一個最好嘅載體，將市面上最成熟、最好嘅 AI 技術，以一種最安全、最簡單嘅方式呈現俾用家，咁就足夠維持佢嘅霸主地位。大家以後睇科技新聞，真係要學識穿透啲 PR 稿同埋公關話術，睇清楚背後資金嘅流向，邊個真係拎緊錢出嚟冒險，邊個喺度玩緊借力打力嘅財技。只要你打開佢哋嘅財報，睇下佢哋嘅資本支出同埋現金流表，一切都會無所遁形。投資係咁，做生意都係咁。與其盲目去追逐每一個風口，不如學下蘋果咁，築起自己嘅護城河，然後耐心等待別人為你搭橋鋪路。呢個就係今日講財哥同大家拆解嘅蘋果 AI 局底層邏輯。如果大家想聽更多呢種剝洋蔥式嘅商業拆解，記得留意我下期嘅內容。我哋下集見。